这些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3号，公元2017年1月20号。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将住世超过100岁；流亡藏人希望达赖喇嘛尊者未来能在西藏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感谢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为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提供资助。西藏电视台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藏人信众在菩提迦叶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上，向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永驻长寿佛事祈愿仪轨时，尊者强调自己将会住世超过100岁。从本月2号开始，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于1月14号圆满结束。在此之前，本月14号，藏人行政中央、国际藏人商业协会、尼泊尔佛教团体和喜马拉雅区域信众还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永驻长寿佛事祈愿仪轨。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的信众们发言时，强调自己将会住世超过100岁。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言时指出，你们为我举办长寿佛事祈愿法会，并祈祷我能活10000年。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利益到正法与众生的话，我应该会活到100岁以上。因为在此之前有预言和其他迹象，以及我的梦境也表明，我可以活到113岁。虽然我自己也不太肯定，但是我想我可以活到超过100岁。尊者还表示，正如司政罗桑桑格所说，如果你们觉得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好处，并愿意回馈感激，那么就听我的建议，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和利他的精神，把慈悲的信念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才是回报我最好的方法。对于那些因受中共当局的阻止而无法前来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境内藏人，尊者表示不要失去信息，并强调西藏问题很快会有变化。在长寿祈愿法会结束后，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闭幕仪式也在十轮金刚法会会场举行。西藏萨迦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仁波切等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囊丹培等政治领导人，以及特别嘉宾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等政要出席了闭幕仪式。此外，在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举行期间，藏人行政中央帮助印度各藏人定居点的年老藏人和贫困人士参加了本次法会。此次由藏人行政中央首次主办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20多万佛教信众参加，其中也包括藏人行政中央资助的400多名年老藏人和贫困人士参加本次法会。来自印南蒙葛特藏人定居点养老院的90岁老人罗桑曲丹，已经从达赖喇嘛尊者处接受了11次十轮金刚灌顶，而他于1954年在西藏首都拉萨罗布林卡第一次接受了达赖喇嘛尊者首次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并在流亡印度后，同样于1970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接受过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另外，来自印南贝勒库北养老院的87岁塔巴桑杰老人，在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有些人认为本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可能是最后一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近距离地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尊者的尊容和法体都非常健康。我希望达赖喇嘛尊者未来能在西藏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老一代藏人们仍然希望的一件事是能够看到故乡西藏。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5号致函，感谢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和该邦政府对第34届十轮金刚法会的支持和协助，同时也感谢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出席在本月14号召开的法会闭幕仪式。尊者在信函中提到，我诚恳地感谢您和您的政府在为期2周的十轮金刚法会期间所提供的必要基本设施和严密的安保措施。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国的信徒们也非常感谢比哈尔邦慷慨热情的接待。而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在其脸书专页上表示，感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来信。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于本月15号在传授观音随许后圆满结束。本次法会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西藏电视台向全球进行全程网络直播。Beijing-based Tibetan writer Tsering Weser, winner of 2010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expressed her indomitable faith in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her spiritual fulfillment over having received the Kalachakra initiation through the live webcast. Tibet-based Tibetan writer Tashi Rabne, known as Therang, shared a moving image of an elderly Tibetan woman in Tibet receiving the Kalachakra teaching online and wrote, "Travel permits can be seized, but the devotion in our heart cannot be subdue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used the Facebook live video feature for Kalachakra, and Tibet TV Facebook page registered a record of 3 million reach during the Kalachakra and over 200,000 views for a single broadcast. We are extremely happy and feel blessed to have this sacred opportunity to live stream the Kalachakra teaching straight from Bodh Gaya. So the response we are receiving is overwhelming. We are inundated with online messages from viewers across the world, from China to Chile, South Africa to Sri Lanka, thanking us for the live stream straight from Bodh Gaya.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Kalachakra is a successful model of connecting faith through technology. By leveraging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we have been able to reach out to a global audience, including devotees in Tibet and in China, and offer them the divine gift of virtual participation in the very auspicious Kalachakra initiation. 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嘞。